傳來法語問你是我的家屬吧？原來我已自那白浪之巔倒下，明明分開，為何打這號碼？你可會很不解，我怎不想了他？我知不改，但是不改，像某種流亡的愛，千里之外，聯繫還是依在。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得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，在無人以後來煩住你？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。誰聯絡你？若我在某冰川遇難，然而教你苦痛亦算一些浪漫，甜蜜那陣時關懷日子總講到大淚眼，誰料情感無常，這假設太簡單。你有沒有一絲半秒傷悲？要是我今晚異地斷氣，問你可肯即夜趕得通宵下機？有沒有一絲半秒歡喜，在無人以後去牽絆你？若覺得將這責任加諸很離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後騷擾的人兒，只想是你，必須是你，很想永記，即使淡淡微微，就算在生亦被嫌棄，都想這